美國總統特朗普入場睇美網男單決賽，因為提升安檢令到賽事延後半個鐘，有觀眾向特朗普喝倒彩。開始前45分鐘，特朗普由專屬包廂短暫出嚟同觀眾打招呼，現場噓聲同歡呼聲夾雜，亦都可以仍然見到有好多幾千個座位都係空住。原定喺當地星期日下晝2點喺紐約皇后區舉行嘅美網男單決賽，由於特朗普親臨加強保安措施，有觀眾話排隊1個鐘先至入到場。主辦方將比賽開始時間推遲30分鐘，但係到咗比賽開始嗰陣，仍然有好多球迷喺場外排隊。有報道透露，主辦機構要求媒體直播嗰陣避免播出觀眾對特朗普嘅負面反應，而美國廣播公司嘅轉播畫面入面就冇收錄到特朗普現身嘅時候嘅現場聲。